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澳華養老頻道，澳洲養老知多少？今日同你介紹 Pensioner Concession Card 養老金優惠卡，識得用，一年有機會慳超過700蚊。拎住呢張卡可以享有好多生活優惠，醫療、交通、水電煤補貼、市政費減免，一卡搞掂。申請資格好簡單，只要你攞緊政府養老金，就會自動發卡。要注意，好多福利唔會自動獲得，要自己主動申請。我哋整理咗適用於新州嘅優惠，其他州會有啲唔同。首先係全國通用嘅醫療藥費優惠，優惠藥價買處方藥，佢有全額報銷嘅診所，睇醫生唔使自己俾錢。自費醫療去到某個門檻，政府會幫你報銷更多。另外仲有聽力檢查支援。交通優惠 ，PCC 持有人可以申請 OPPO 金卡，2個半一日無限任坐新州境內嘅巴士、火車、輕鐵、渡輪。電費同煤氣費用補貼，每個合資格嘅新州家庭每年最高可以有285蚊電費補貼，煤氣補貼每年最高110蚊。水費 ，PCC 持有人可以向供水公司申請水費補貼，有啲公司會自動減免，有啲需要自己申請，記得問清楚。市政府費用，符合條件嘅 PCC 持有人可以向市政府申請市政費、水費同排污費減免。符合條件同有咩減免項目，各個市政府會有唔同，請向地方政府查詢。提大家，各州嘅優惠都唔同，金額同資格未來可能調整，請以政府部門最新公佈為準。關注澳華養老福利，申請技巧陸續有嚟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